公元前一个甲子年的孟春月，在象雄的都城卧木龙人，也就是现今的冈底斯山附近，一个王子诞生了。他就是雍仲本教的祖师敦巴心饶弥沃。他创建了雍仲本教，教授了包括工艺学、语言学、医学、天文学和宗教学为主的5名学科。正是这些学科构成了象雄文明最主要的框架，也因此造就了辉煌鼎盛的古象雄王朝。相传，普贤王如来的化身日囊额吉迦布决定帮助众生，从他的身、口、意里化现出3只大鹏金翅鸟。它们在象雄喀有的美丽花丛中留下了4个蛋，一个白色，一个黄色，一个花色和一个黑色。每个蛋里都生出一个俊美的男孩。这4兄弟就是琼氏家族最早的起源。朗依寺，现今最大的雍仲本教寺院。公元1168年，夏金尼玛曾在这里创建了最早的活佛寝宫，也就是朗依寺的前身，取名为朗依迦丹彭措拉仓，中文意思是朗依觉教圆满寺。历经1000年的沧桑变幻，这里依旧沿袭着古老象雄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朗依寺活佛的传承是世袭制，都是由家族后裔继承。第一世朗依多帕大师诞生于公元1088年，是安多历史上著名的3大圣者之一，因为他是第一位在阿坝地区修庙招徒的，所以被尊为朗依仓的第1代传承大师。从第一世多帕大师至今，已经传承了39代。朗依法王噶让罗州嘉措活佛，就是现在朗依寺的住持活佛。第29代法王仁钦坚参时期，朗依寺的大殿还在现在朗依活佛官邸的位置。法王仁钦坚参按照护法神的授意，把寺庙搬迁到现在寺院所在的位置。此后开始增补出家僧侣，加强律部的学习，同时修建神殿，塑造四古如来、尊圣佛等佛像。在寺院的修建和佛学院的建制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980年，时世班禅大师亲临朗依大寺，与当时的朗依法太子迦沃旦增旺迦仁波切会谈时，班禅大师知道说，雍仲本教是所有藏传佛教的渊源和首创法门，所以对这个教派的珍惜和昌盛发展就要靠你们了。在国家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第38代法王南喀洛丹和朗依法太子迦沃旦增旺迦仁波切一起主持重建朗依寺，并为所有僧侣修建了僧房，为今天的朗依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8年9月，朗依寺隆重举办也如辩经法会传承100周年纪念庆典。雍仲本教的众多活佛、堪布、格西等高僧都参与了此次庆典及辩经法会，
同时还迎来了藏区各其他教派的高僧、活佛、堪布共计8000余人。庆典期间，与会的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们一起参与几天的辩经和研讨活动。此次的法会不但是朗依寺辩经传统的100年庆典，也成为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交流的一次盛会。在39代朗依法王噶上罗珠坚赞大师的领导下，如今的朗依寺僧侣总数超过1300人，并且有属寺300余座，遍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香港、尼泊尔、印度、美国、加拿大等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雍仲本教寺院。朗依寺的关于建筑的这种的群也好，包括寺院的管理的角度也好，这些都呢想一步一步来改善，然后僧人们的这个吃的住的所有的以后的话能不能把它变成统一的那种的方式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如果说真想好好的培养神才，真想把这个文化的这个他们的修行的程度也好，他们的文化的程度也好，道德的程度也好，这些都要提升的话，一定要有寺院就是统一的管理制度来把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他们就是统一规划来弄。没有这个学习的环境，没有这个学习的氛围，没有这种的就是渴望的话，那以后这个佛法以后这个藏民族的文化的角度也可好，或者说作为这个象雄文明的角度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宗教的角度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定会以后是死板的一个。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我的愿然后也是以前我的上师的一个愿这种的就是思想一定要把传承下去，这样的话才能以后这个就是好的文明为社会做事。